安全之犬何旭屋會用手臂留鷹杯出嚟猜翼太監，衝入飯店，將兒子安城太監一舉拿下，同時將其隨從人員連同車輛一併扣留，連夜戒返濟南府。故仔好簡單，就係講安德海點樣死。安德海就係慈禧太后好喺同治年代好寵信一個太監。咁亦即係就係李蓮英之前，慈禧即係身邊嘅紅人。喺安德海呢個時期，其實慈禧都想點樣可以安穩啲，大家一齊可以搞好個中國佢啦咁樣嘅。但係自從安德海呢個事件之後，佢發覺唔可以放手。咁所以成個古仔其實講緊唔單止係講安德海呢個咁特殊嘅人物，其實係講緊成個中國嘅變化嘅一個點。唔係，我諗歷史點解值得去大家再睇翻嘅時候，就係原來世界係一個循環嚟嘅，好多嘢會發生，用唔同嘅色相去發生咁解嘅啫。咁你睇，我相信你睇呢個戲一定會有一啲代入㗎。即係會唔會似而家啲政治人物啊？會唔會似你做緊公司嗰啲辦公室政治啊？一定會諗到嘅。即係呢啲就係咯，人原來冇變，都係要經歷嗰啲嘢。個戲成日都會提一件事，就係人有一個洞。一個窿，即係你唔能夠填補嘅。呢個戲其實講緊有啲填唔滿嘅嘢，到佢滿咗嘅時候，佢會唔穩定，佢會寫咯。咁喺即係成個世界裏邊，你往往都會見到啲人嘅係為乜嘢而活啊嘛。咁而為嗰樣嘢而活之後，最後尾會得到咩結果？其實呢個戲喺度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換味一下人生全為乜？呢個戲係圍繞住呢啲乜嘢先係啱，咩嘢先？其實有陣時冇得講嘅，原來即係真係啱嗰樣嘢，你就反而唔應該做啊！你做啱嗰件事，因為歪曲咗嗰件事嘅睇法，大家先至冇事啊！咁喺嗰度講緊一啲其實好現實。我哋想追求嗰樣嘢唔係咁容易得到，即係所謂嘅真善美，唔係咁容易得到嘅，因為你會死嘅可能。